观众朋友，今日过好无？我係阿面頭劉浩明，分享數看福起來嘅。其實喺疫情嘅期間，大家人都冇辦法出國了時間，到內旅行係變成大家人嘅第一嘅選擇。但是喺旅行嘅時間有啲人都過好去飯店嘅，我個人是過好去民宿。你今日就想到來賓係睇我哋美濃開民宿嘅。人太過了，同我哋現場，我哋馬上反應，而家同我哋分享都講，當我以為佢哋也會民宿，同樣有民宿地方有乜嘅佢神奇嘅故事冇？我哋馬上反應嚟見咩？人太過了，現場。然後我係來自美濃嘅自然灘。人太過，你邊個提供其實唔睇美濃佢哋民宿嘛？嗬，你咪同啲觀眾朋友紹介下講，人民宿係哪啊？也會有乜嘅特色啊？我民宿是在美濃，我哋喺來到美濃，到中文派出所個上頭嘅，有個加油站，有啲加油站，嗰條就181福興街，往高速嘅方向，去到個板東行有個很多50條嘅對面，佢就看得到我嘅民宿，叫做韓園民宿。做乜叫韓園？因為我用鹹空睇特嘅戲嘅，總係幾條樹嘅落去，就變成個公園樣嘅安尼。我當時嘅想法就安尼。唔講係鹹空啊，鹹空都係啲涵洞咧。做乜可以想我用鹹空做一個民宿？因為我哋要做有特色。本人想到有個鹹空做嘅，唔係講將本人閒了安尼，我可以做個房間。但係如果有啲鹹空唔係拿來病人，唔係拿來搞，係喺啲房間度錯嘅。咁，但係如果你啲房間都要睇鹹空嘛，錯冇？就按你鹹空遇到嘅。我目前是做兩個，要做兩個。咁，但係如果根本你係鹹空嘅話，譬如講做房間啊，就其他是要求嘅是嗰個，譬如講房間地方要冷氣嗰度，有鹹空嘅房間有冇？有。你用看天咯。天有啊，平常我就兩隻鹹空的板塊，板塊是東岸有幾里，東岸的隔開來變兩間。都對喺我哋鹹空小木屋樣嘅啦。鹹空的本來大片了表面層，板塊呢是空間我要嚟做客堂，再過一次空間我要嚟做浴室。我鹹空嘅房間行嘅套房。咁問題係，我哋印象地方鹹空是前後空呢。咁第二講，愛把前後路，譬如講一片愛做一個壁山，一片愛做一個門。就一邊係縫了，用玻璃縫起來。玻璃縫起來，嗰時對日頭出來嘅時間，你馬上可以看得到日頭。我哋做一隻嘅學歸進行喎，又會你地方咧，我哋就馬上曬到日頭，對。但是都馬上嘛談得到外面的蟲鳴鳥叫啦。我一談就談的，我唔談就離關於啦。我另外一邊都做一個門山啦，嗬。可是其實當初我想去開啲民宿，佢很早以前我就想啊，將來我哋年紀大嘅，雖然你也大嘅，我哋可以做家己嘅咧，意思講啊，我自己做地方吃，係咪有哋有人行來啊，有聽數福利嘅費用，我也唔是從細年嚟拿成發費用安尼嘅想法啦。但係如果其實係啲想法，其實佢想我哋咧從我哋那個我哋講沙發的嘅餐廳啊，你講，譬如講我哋咧屋嘅地方有一啲空嘅屋嘅，空嘅房間，我都做出去本人，做一啲簽字可以喺下我哋多多少少嘛有一些收費，應該係呢。但係問題而家發展嘅形式同以前都冇共樣啊，你當初想我冇共樣啊？唔會嘅，就咁嘅感覺共樣啊。因為唔知係喺啲係鹹空地方啊，我喺啲另外一個，另外一個，嗰時第二嗰個。像安尼鹹空嘅形式，最近看到嘅人想到，還是講以前都有安尼想法冇？一個行嘅我看電視看到樣片嘅外國人有，但是呢，而家空間過細，我哋要做，我就全部睇落，因唔可以入落去有安尼壓迫感，我就想辦法嚟嘅處理啊，嚟嘅回應。
也好哦，我安尼，我安尼你要去我有安尼压迫感啦，讲话我有回音啦，安尼就是小处也个安尼个困难。係因為我哋講，其實人哋屋嘅嘅鹹窮，雖然講係鹹窮啦，嗬，但是其實我講過，而係圓形的建築物，我應該話嚟講，因為其實我哋咧涵洞嘅嗰種大小，其實都太有難嚟睇死，其實，但是人家已經太過大呀，嗬。目前台灣真最大。最大當初做嘢嘅鹹礦嘅時節，係特別做嘅，還是講本來都有安尼嘅成品咯。一個成品就行嘅88歲仔，佢下永存嘅啦。哦，永存嘅，當初係用嘅田那片嘅一種嘅嗰種。嗰種嘅用途方式是講啊，橋嘅團體啦，路邊體啦，而家鹹礦啊。連個調查調落去，佢渡過東港韓國水地，佢就爬嚟爬去，安尼查就過地咧。時間上幾短，就可以馬上可以通查，安尼嘅上班。而家永存咧，都安尼去尋到，又買到安尼過來。哦，嗰個其實等於講，而係一啲真實嘅建築嘅一種工體上面嘅一種東西，唔係講你到講即係因為講，其實你攞一啲國泰嘅一啲鹹礦，嗰所以一係你去用紅毛嚟夾出來嘅。哦，唔係，佢行嘅而家那個公家嘅公司用做存咧。咁你等於都講，而家咪簽唔到嘅呀？目前你講嘅單一量咧係冇可能，工廠冇生產。因為其實到88歲仔時，可能你幾人一兩噸買，你可能嘛會係。如果按你嘅成本上嘅問題，成本上嘅考量啦，嗬。咁啊，提供其實人哋鹹人咧邊際嘛會睇呢，嗬，差唔多一睇呀。佢直徑底部就是3米啦，長度是一般就8尺，安尼。哦，直徑都有3米，內徑其實係啲貴太的鹹礦。內徑就有3米啊。嗰陣你講，哦，底部可以擺灶，底部有客廳，有個一啲乜嘅可以做衛浴係啊。因為我想一般人會想到講，因為其實人家睇南部上看那個片，都有安尼我哋講嘅那種水泥屋啊，咪係一種圓形嘅鹹礦。但是如果過細，你可能擺一種出面牆，前面你可以海灣那個地方，而最主要你講你可以你睇片都可以真係都可以看到太嘅海神，係海神彈海風彈嘅海浪嘅聲音啦，我都可以看到嘅神神。但是你這片節目唔係算是巨無霸吧？哦，個所在是個點青啦，個鄉下天狀空氣嘅一般安尼就相關本人含的料，如果係如果有來啊美容方面安尼個方向。咁當初做乜嘅想講，我用安尼嘅形式，因為一開始嘅想法就是講，我是講即個有係有空嘅房間都可以本人係想安尼多少少有些收費，但是而家變成過專業嘅一啲面向嘅。他家過上色啊，因為銀行來就感覺講來轉到這個有開用的啦。我哋上個有一個信念，有意思講我哋既然要做，我哋就從到對待人嘅方面，我哋要從自家人用嘅，唔好同佢分工一個外人，一個內人安尼，就過正常就對自家人方式安尼嚟做。佢從一般來講，而家都見到位置，而家差唔多可以2年咧。10年左右。有10年，但係10年來係一開始都要見面嘅規模，還是講慢慢的來是加上來。一開始就較細一些，像房間，個安尼個花草個冇咁多，還有就增加一般的體內，增加一批哦咪。增加一批嘅體內後，我就增加個多花草，空間本人合出來了，就可以個飯安尼。嗰時見下體內差唔多一台啊，2分啦。2分啦，2分啦其實貴太呢。
对民宿来讲嘅話，因為講學我先冇講嘅房間嘅部分好啦，窗門蠻易得整理，因為最花時間咧，你看冇咁錯對我哋呢喺宿嘅人來講嘅話，哦，當然挺我哋講人嘅一睇也好，我哋唔是出去都可以留到佢度，但是對住人來講嘅話，係幾麻煩嘅事情。也係啦，但對厝方面其實講，看厝嘅時間，個厝吼。差不多2禮拜啊，厝要拍禮拜，要整理一下。哦，啊個年下嘅一個書嘅吼，也就上啊個個個就個無變形嘅時間，安尼也係老人家還白上嘢。你個手機吼，技術嘅，係啊，係技術拍。人家講嘅老後句啊，白書嘅啊，安尼啊。個一個有乜個安尼種那個。天空我有安尼蚊蟲方面，安尼要去小偷，要去處理，安尼。等於講天殺嘅事情是在幾多呢？吼。係喲。吼，等於講唔單止有無限嘅房間嘅事情咯，因為房間嗰度人這個是嗰度床、嗰度被單啦，嚇，嗰度枕頭套全部要洗，全部要換嘛。一天要換過。但是你看外面有一啲差唔多2分2梯嘅個庭院嘅話，其實。你要把按到時間去整理嘅有冇東西？佢自家可以做，自家可以做。嗰種第二個，你這個可以差唔多一年來一段。你這個哪部分嘅人客最多啊？外國咧還是本地嘅咯？台灣呢一部分咧？以台灣嚟講，南部同北部幾乎差唔多咯。哦，係哦。遠嘅啦，但是外國就有嗰冇咁多啦，有2年好少。呢2年因為疫情嘅關係，係啊，嗰時等於講，我哋講人客來講嘅話，等於北部人客同南部人客都一般嘅吼，差唔多。佢等於如果其實因為我哋從講，譬如講安尼，菜地嘅人客來講嘅話，其實我因為講，嗰種北部嘅人對我哋南部嘅嗰種興趣嗰個高，我冇想南部人客還是很多吼，有哦，還是有。嗰時其實佢描述一件事情，所以佢是係希望講可以多少補貼一下自家嘅收費，但是冇想到越做越有牽絲。首先下我哋下我哋咪有嗰度個精彩故事哦。翻過來，復起來，上到節目，我哋來自美濃嘅民宿。含人嘅頭家，人睇過路都嚟聽同人講，一當初攞開嘅民宿。我想問一下，因為其實唔開民宿嘛，開1幾年嘛，嗬，一定要讀到幾神奇嘅人頭吧？你咪同我觀眾朋友講下，既然你這個感覺到幾神奇嘅人頭，冇都一定做某個事情。好嘅人頭啊，嗬，而對人哋嚟講，我認同人哋講哦，乃至嗬，人哋我改進也係我嘅阿姨借回嘅時節，如果本消費哦，消費哦，伊本消費也唔係講啊，佢消費哦，啊，假如講啊，個人啊，如果仲也嫌啊呢，哦，啊，人哋佢以同樣嘅心情去看待一件事情，唔好講啊，哦，如果人下個人哋就心情就喜樂過態。人哋做一個事情就會用心去做，憑良心去做。可是你頭講嘅兩件事情對我來講嘅話，一定只是講用個正面嘅方法去同講，譬如講有乜個東西可以改進咧，有乜個東西可以改進。另外一啲講係用嗰種個負面嘅方法去同想，但是其實嘛係希望能改進吧，咩樣嘅意思嚇？當然啦，人哋因為要改進，人哋就要改進啦。人哋嘛想要講啊，而講嘅係正面咧，人哋就要改進。而家講嘅負面咧，而家講嘅無道理嘅，跟麻油啊。好，第二你啲意思，有啲係講真係有道理嘅去說明，亦都係向人哋愛改進嘅。有啲嘢係真係係無道理嘅，佢都嫌東嫌西嘅，其實真係都過麻煩一些。咁嘅話，其實譬如講，你從每個面對安尼我哋講，人客嘅算是建議嘅時間，好唔講係好啊，唔講係壞嘅，你點樣用嚟去回應啊？
一般人就各自面一条婚姻，人做得多，人尽量做，甚至人做唔到，人冇去學習，因為講一個做得，人就去學習新嘅知識，人去接受，一個環境，睇環境你見到天文政府，人咩做唔得。冇聽到，因為我哋講其實唔定咧餐點會自家做嘛，嗬。係，佢種當初我自家做餐點，因為餐點也部分嗬，都有的人見仁見智，有的人是西餐啊，有的人是中餐啊，有的人是咧要養生啊，要是齋啊，嗰一部分唔能用啊，一般他講嘢反應。一般嘅時間，人就會一下嗰條做個小可嘅調查，小可模擬下詳細，一家人來，有人是齋嘅呀，係啊，有人是葷嘅呀，人哋就先去了解，人哋大部分人哋就太大去做，人哋會學習一個方面，做事嘅方面，但是人哋做嘅係人哋自家嘅想法去做嘅，人哋都自家想法去做嘅。人哋就講啊，人哋冇辦法講啊，像傳統做嘅擺盤啦，也係講嘅。但是人哋嘅食材，人哋嘅飼料一定用新鮮嘅，佢考慮，人哋會種啊，真人嘅能力點樣種啊？我係有陣按多年去食材嘅，有些人去食麵包嘅，各方面咧，食飯咧，人哋人哋咩會去看人咧，人哋做事咧。人哋自家咩改好事啦，人哋咩適應咧，一個東西用嚟做出來嘅，人哋慢慢嚟去研究，對人哋自家去做，一個人哋可以做得到嘅，唔可以講要乜嘅講差幾多，人哋都好，人就先用心去做就得。佢從因為其實而家因為個人客800種啦，有各行各業嘅人，所以從人哋錄食方面嘅話。都更加維持嘅話，有人咪講，其實我希望講，我食牛排嘅，我想食乜嘅，有安尼人行？沒有啊。你樣子講？目前伊講食牛排嘅人唔係幾多。但是讓我同佢講嘢有不講嘢，我聽講。咁係人民族要食牛排呀，跟牛排都係攞到這個嘢嚟講。如果是人哋嘅意思，人哋有符合人嘅意思，咁唔識嘅牛排都唔想食，人嘅做錯嚟啊！你要咩台南係食牛肉湯，係嘛？普通人哋一樣應該識人哋菜啲，人即個種咧，一個人哋有本種嘅人哋嘅農民種出嚟嘅新鮮嘅。高大嘅農藥嘅，人哋嘅石頭嘅東西，人哋拿嚟做菜啦。一般來講嘅話，從你這個提供很多早餐嘛，你這個因為他講你最好食嘅係哪呀？你這個經驗點樣？差唔多呢。人哋做出嚟嘅東西，目前大部分都講要會識到。人哋一種出去本人行食以前。人哋已經先試過，有個東西人哋自家先試過嘅，有個東西做得人家會拿出去俾人。咁要加熱乜嘅味濃嘅冇可能客家人嘅特色。要人哋大部分應該要，因為當人哋真係做菜，人哋要煮粥，人哋煮粥嘅五穀嘅，嚇，把加幾多料嘅落去，人哋嘅粥底部要放幾多什麼蓮子啦，嚇把要。烏嘅啦、排骨啦、雞肉啦，全部放下去，人哋味濃嗰度，人哋嘅醬菜，愛食醬菜呢，人哋也會有，愛食鹹炒嘅，人哋也有自家，嚇把有嘅自家種嘅，冇就當地有啲農民辛苦種到嘅，過河嘅人就買過來，做本人好食嘅。所以頭先你可以講譬如講差唔多2分天嘅嗰種嘅田園啦，喺唔同人嘅食嘅腔喺這裡嘛，咁煮飯嘅部分咯，煮早餐嘅部分，唔會聽數冇？我有冇聽數，我本人修理哦。也部分唔係我聽數喎。我本身也好食飽為主啦。好，因為人家都講，人家都想我講做田園嘅時候，你用人腔做，煮早餐嘅時候又聽做。可是唔係我讀書嘅時候我哋聽。我本身我會做事啦。係因為其實你講到兩三年，腔下已經也民俗嘅時候，其實工作都冇辦法去分工，某個東西做，某個東西愛做啦。冇辦法分。
做两啥，唔做一个，我就做一个，啊，就同时而做。因为其实我哋其他讲，其实啲面农其他做面上嘅人鬼多，好，其實競爭嘛，鬼多，但是因為人家含有一啲自家嘅一啲含空嘅一個房間嘅一個特色嘛，吼。但是問題係講，就唔自家平常喺用嘅一本外面嘅人哋講，唔係有一特色嘅一啲天然嘅面相啊，係人哋係用這個有臉書下，還是講其實有人同天書去做廣告？面路方面哈，就我些人呢本身就讀入口嘅啦，我就講我搞本學習啊，就慢慢地要將你自家嘅方向啊嚟，一方面就按本地。嗰時等於你講，因為些人嘅天書以後，其實一部分做廣告有部分都其實都唔是你這個擔心嘅意思啦。唔是。咁等於講，而家等於都更加意思，因為講前上面疫情有關係冇，有影響到冇？有，還是會有一家。因為開始疫情嘅時間，其實全台灣省內嘛起唔得啦，係啊，開始都唔得連通啊，唔夠流通嘛。可是聽到後來開始，大家要打啊，等去注射疫苗嘅，然後慢慢地都可以，咁更加成立個好冇？個真少沒事啦。咁第二講，看這個開面數開到更加化，唔知我感覺到講，從一開始嘅想法有冇共樣嘅東西？冇咧，因為一個東西，我哋愛見佢進步啊。乜都見佢進步啊？我哋愛去教佢看老輩嘅啊，我哋咪過考教了啊。我哋愛去看人呢，看邊個人個級別，看邊個人個進步嘅嚇。我哋學習人嘅啊，我哋愛去教佢親身去學過，也係識過人嘅那個東西。拿過來，我哋即係講，我哋可以改進嘅，一個去學習吧。好，我今日冇一個問題，你這個因為講，而家所有你這個已經喺個民俗地位，哪民俗喺你這個感覺影響過層面？已經因為我本身教一種畫錯，有個畫錯本來因為講感覺，有個做戲嚇，行戲嚇，有個動線規劃嚇，佢安尼佢舒服，有個畫錯照顧得佢好，佢係學習嘅所在。佢唔係等於你講一開始我哋愛去規劃我哋天然嘅時間，佢條路都要先規劃好啊，唔係係你。我先智商好，先畫好先嚟，規劃一個硬體設備，一個物嘅設備，我先一個我先掌握先嚟。圖畫好些時間，就慢慢嚟講，我對那先去，佢慢慢嚟就可以看人嘅呀。我唔去看人嘅時間，冇唔係講啊。你呢按好，哪嚟冇假就用得着，因為人體內冇共樣，係啊，體內冇共樣啊。嗰時我去自己做研究啊，做參考。等於如果其實對看到騙人嘅好處，好拿過來學習嘅時間，還是愛參考到自家嘅，譬如講體內嘅體色啦、圖質啦，吼。種人嘅體驗嘅話，係試下種一條奶地包，還是講係種一條花盆嘅地包咯？係種一奶哦，種一條奶哦，因為像有啲田園意思，看起來嗰隻其實伊係一盆一盆嘅花，安尼要曬味嘅時候，要重新佈置嘅時候講，嗰時唔係係種一條奶，種一條奶哦。嗰等於講其實喺邊人改法其實冇咁簡單嘅，吼。盡量冇全部譯出來，盡量冇統計下。嗰時等於你講一開始你規劃嘅時候，都愛幾多時間？花幾多時間嚟規劃？花幾多時間？而家就除咗一塊地奶嘅時間，我做以前就花幾多時間？嗰時其實都係花一段時間嚟設計下行人啊，休息下，等下等人睇過我同你講。翻過來復起來嘅，所有節目我就來自民農行業嘅人睇過同人講，啲民俗是發生有趣嘅事情。我想請問一下吼，因為其實吼，我哋講人客啊吼，實在幾多款啊吼，有啲位人客喏可能體擺來時嘅時候來談一下講，到底有咩
咸盐是都是开嘛个啦吼。啊，有啲人客來嘅時陣，感覺到講，哎呀，咸濃咸時，像有安尼人行。有哦，有個人來一拜先來，一家人嘅，一堆人來，一家人來，我咩唔知我講來用看物嘅意思咧，但是呢，以幾度看嚇，通透面看到面，了解過後。人同佢講，日做到唔會炒喎，安尼對待人客嘛，佢有基本嘅常識咯，安尼，就點聽佢講過後，我有啲講，伊也有想去做，我也有想去了解人哋嘅方面好做或唔好做，其實人哋就入來做人客，就一般心態對待佢，好嘅，人哋要咩安尼接受；唔好嘅，人哋要咩安尼接受。人哋愛慢慢地去同佢安尼打多一片安尼，就聽佢樣嚟講，人哋就聽樣人哋就正常嘅心態去服自己。但是冇想到，伊來一遍過後，又聽一遍又帶到個客人來，第三遍又帶過多人來。久嘅要來，都回流嘅人客啊，也會少。嘛有講嗰種嘅人客來就是嫌白嫌嘅。咁人哋要咩冇辦法講可能人哋心肚裏在想，可能伊出落去有許多乜嘅冇歡喜嘅事情，因為人哋來對人哋看唔適宜。人哋咪同樣入來就會人客。你就好好啊，就睇佢，其他唔可以上人做。一般人就睇本就講安尼做。因為從頭都有講到講，其實我哋咧鹹控嘅方言其實係人哋鹹人哋幾大嘅特色嘛，嗬。咁同時頭都咪講到講，其實人哋早餐有時又會加入人哋客家嘅一啲元素嘛。尤其是你就睇麵濃其實麵濃有很多好食嘅東西，一定冇想講睇早餐裡邊希望講人。買一些麵濃嘅特色俾人食嚇，有人哋麵濃嘅糍粑俾我食啦，人哋麵濃有麵濃客家粽啊，人哋麵濃有麵濃嘅人哋嘅蘿蔔飯啊，個人哋嘅蘿蔔咧醬嘅蘿蔔咧也有嘅蘿蔔咧，蘿蔔咧冇錯。以前人哋麵濃嘅蘿蔔咧，有10年、20年、30、40、50，嘅製作嘅過程。甜食我好人拿出去曬，落以前就冇效嘅米白做出來嘅東西唔適宜有人最清理也10年咧，也20年咧，也係也好久嘅。其實嘅蘿蔔咧，對人哋身體都有功效。人講條白嘅生命，人哋有嘅個便宜嘅生命用嘅安尼上到人哋麵濃嘅特色，農產品也幾多。幾豐富，安尼農產品不但有蘿蔔咧，還有小番茄，也還有安尼嘅農產品有臘八咧、香蕉水果幾豐富安尼。希望有來過麵濃嘅人，留下自家腳步，不良不來老了咧。因為從頭都講嘅係食嘅部分嘛，因為食嘅真係從頭都講嘅蘿蔔啦，因為人哋係女僕嘅。其實我哋嗰時候看到蘿蔔啦，可是我嗰時看到奇怪，點解一條人家講一貴喲，買幾多錢都買唔到喎。我想佢買嘅東西咯，發現係做雞湯嘅時節，我嘅味道一定香喎。可是但是你講啦，從係行業其實我哋炒同人味道冇差一樣嘅，我都真係唔知。佢嗰種個人時咧，嗰種有咩行業咧，我可能好容易咧。一個真正我感覺到講，哇！睇一片又可以看到，適當嘅人真係按地圖嘅麵濃嘅，係人哋客家嘅美食，同時佢亦是按完整嘅一個客家嘅一種，我哋講飲食嘅風俗其實係冇簡單嘅事情嚟。一個雙腿前呢度都係留下來嘅，安尼嘅製作過程嘅技術，安尼包括人哋嘅麵濃嘅按有名嘅板條。有個板條嘅人麵濃工廠也幾多。做出嚟板條咩？人哋一樣嘅一批次，頭班人哋食板條嘅時節，就行嘅
无偌时间啊，办同行的点心，今日变得正常了似的，有进步的啊。系啊，今日变成他讲嘢去米农一天都要吃的东西。半条，系啊。咁从头嚟讲，你讲嘅是食的部分啦，哈，佢老料嘅部分咯。从米农嘅話，唔知講迄那個含鹽地步嘅嘛，哈。咁有乜嘅地方我可以去收嘅？他講嘢去米農老料嘅啊？米農老料總係含鹽嘅出去哈，安尼鄉鎮總編輯哈，總編輯有個叫食鹽蛋，我嘅安尼嘅寫散體嘅，可能下係米農個可能到80左右吧，可能都係睇下風景。你啱就看夕陽，佢講，風景啊幾好看，幾好留料嘅所在。下來也有雙河壩，雙河壩再過去黃磚北片上，佢還有個黃蝶翠谷，黃蝶翠谷，個隔壁有一個總理河紀念館，安尼個文化幾重，唔可以講行安尼。讓我講起，就講你講好山好水，唔係個好無聊。好山好水好無聊啦，但是米農唔會好無聊，不無聊。不無聊，有很多好文化。因為就頭先你講嘛，其實一方面可以白山，一方面可以嗰點去看人哋嘅夕陽，同時又話有總理府嘅文學紀念館，好等於係一個文學之旅。咁從一般嚟講嘅話，我希望講。我哋咧來到那個咸陽嘅喺呢個研頭嚟講嘅話，有哪一條地方即係意味講一天可以看呢？一天可以看，睇你眼就米農湖嘛。係。以前嘅總政府。以前總政府。米農湖即係眼哋米農嘅代表性嘛。係。嗰眼嘅一個私人檔嘅嗬，佢又要需要去看，一兩太近。第三個總理河也是會去文物館也可以去，半條街一天而去，也就按多點。嘅總政街、總政路嗰邊嘛，嗬。可是從這個睇米農研究啊，開始開民俗研究嘅。到今日為止有冇心得冇？心得啦。經驗嘅心得。做戲唔會開。做戲唔會開，係。愛開就唔好做。係咧，一行業嚟講，我哋用心去做。我冇咁講乜嘅困難問題啦，安尼。也都多少少還是會有讀到一些事情啊，但是講有，你講有心去解決的話，其實一個事情都唔算嘛，沒事情。但是依邊我按問你的意思，我希望講，家做有人，家種譬如講像以前樣啊，講伊嘛希望講，喺呢邊可以給予一點民俗，對有冇建議？建議就唔係乜標準嘅。我表下去，唔先表下去，唔去做事情就會個容易解決。人意思講，其實做一件事情，嗰種以前我做一件事情呢，如果把身體表下去，把心嘛表下去，我按嚟做。咁種即個頭頭如果講，而家人家명章其實係人家嘅生意嚟睇嘅團做嘛，人家生意嘛係讀相關嘅課內嘛。而喺度我接唔可以勉強。一個我本人即個，伊評估看下伊有辦法管理冇，因為接待人客提前，唔係從名路嚟到名路做的，因為係接待人客，唔接待人客喺個就同人名路冇結合傾下嚇，唔做起我有一些那個冇嘛渡河冇嘛順勢，所以我唔可以勉強伊，阿姨愛伊歡喜，我哋會。全部搞本地，安尼。因為我問學是邊個？因為做頭都嘛講到，其實人們年紀嘛，一來大嘛。好，有時年輕嘅時候可以做多事情，可以整理嘅事情，也可以做忙嘅事情。其實年紀一來大嘅，數碼冇白眼過啦。可以啦，係。對未來有乜個打算？因為像我講，我冇有問題，以前成本都講，嗰種生意一隻，得當下未來搞本生意，跟住講咯，對未來有乜打算？咪邊啦？要見做都係唔會做啊！但是問題係嗰種喺度唔會做生意，你冇接冇個可惜嚇。唔可以搞本有心去經營嘅人嚟做，經營有人去做人哋兩方面講嚟合本人去做，本人去發揮，將人哋即個做出嚟嘅東西成品
发挥到最高，安尼就让係一個理想嘅所在。唔係講啊，一天到晚人些人嚟食，伊個只食唔下，唔係嗰種浪費嘅。啊，有個人有心同人哋再個發揮，啊，人哋咪個歡喜啊，係伊想法是安尼啦。這樣嚟講法來講法，我發現到講，其實咱嚟我講咯，心胸貴太呢，因為等於唔像一般的人講父傳子，嗰種行業有冇好？我講我今日我做乜東西，我係咪一天全部我來嘅？但是其實嗰時頭頭都已經表示講，人來唔想就唔怕，唔好請一啲好有能力，好無論我哋嘅理念相合嘅，有興趣，因為其實而家嗰度嘅經驗，如果因為人嚟講，其實父傳子，但是子冇辦法講。其實個經驗都冇嘅，但是其實人家講嘅係父，人哋講經驗要傳賢能嘅人。嗰種人家講法其實都係人哋講，嗰種有潛度同人理念合嘅，做一件事情要做得到，就像我講嘅成標啊下去嘅。其實含人都可能做得到。我當時嘅想法嘛啱嘅，我因為我哋每本嚟嘅寫人咧，佢有負擔，有壓力，有壓力。我本意得到壓力，相對於反彈嘅事情嘛，冇咁嚴重。啊，我哋伊個講伊冇謙虛，我哋就前面嘅有謙虛，同我哋嘅安尼嘅下面嚟做個好發揮到最好嘅所在。我哋達到安尼，我啲理念就多嘅，我啲想法就會得到。嗰是用一個愛護自然的心，同時嘛用一個自然的心態去經營的涵養。其實下一輩嗰種有心思嘅人嘛，可以同人哋言談講，去接觸講，我下一輩上愛去經營我哋嘅涵養。點樣咁想我哋言談講，落嚟傾同人講啱到涵養嘅故事。感謝主持人啊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有來到美濃來去我哋涵養了解下，大家做嘅交流，歡迎大家來了。